中国的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了，怎么说呢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。近期网络在疯传一系列中国人对习近平下跪的照片，其背后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包括农民因路桥公司积欠农民薪资，于是向习近平下跪请求政府还农民公道。还有近10名群众请愿中国恒大集团在济南开发的房屋项目跃龙台，希望其待建工期能够尽速展开。这些案件其实都跟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有关，尤其是基建工资、工程延宕等问题，追根究底都是要回归中国内部严重的贪污问题，进而让底层的劳工来替既得利益者受罪。而现在，中国人民只能跪拜习近平，寻求一线生机。还记得毛泽东曾说过"中国人民站起来"，习近平也在许多场合中发表过类似言论，吹嘘中国国力强盛。现在看来，相当的讽刺。